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27，耶利米书33章30安尼讲：你求我，我就应你。要将你毋知伟大奥秘的事指示你。三角来祈祷，要将我毋知伟大奥秘的事指示阮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，你是引带阮行义的路，启示阮真理的话，显示阮活命的道的全能至高上帝。主啊！伫阮软弱的时，你要使阮开力；伫阮失败的时，你要牵阮倒转。主啊！你要开阮的耳孔，来听见你的声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时刻在你的心意，无靠家己的才调来行。主啊，我要单单仰望你的智慧甲慈爱，愿阮常常活转来归于你，互阮无受人的意见来影响。主啊，因为阮求你，你就应阮。要将阮毋知伟大奥秘的事指示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